來看這真罕見，白色的蓮霧，這是台南市新市啊，這個100年老欉的白蓮霧樹，管道差不多7公尺啊，即馬第3代黃昆龍翁仔某咧照顧，這樹啊真懸啊，所以真無方便嘛，較容易落落來，所以用網啊砍的方式來保護，即馬要進入採收期咯。伫咧台南新市負一張叫登記列管100年老欉的白蓮霧樹，管道差不多有4米懸左右，傳到第3代的黃昆龍翁仔某佇咧照顧。黃昆龍講，這張100年的白蓮霧樹種要200冬，用砍網仔的方式來保護果子，嘛較袂落果。啊，營養會較好去哦，迄個無套的遐搶去，啊，所以較好落果。黃昆龍農民講，今年第1水花和第2水花開花結果時間真接近，所以看起來發真濟粒。因地特別做記號才來挽。你也無做記號，還是無注意，會去挽到。頂個水有，但是會去挽唔到伊。即馬這張100年的白蓮霧樹第1水花的果子7條的糖度達到12度，農民攏真期待，擱等幾工仔就當來挽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